喂喂喂喂喂喂，六个兄弟，大家平安。咱搁即届伫主日礼拜三甲主持做伙吼。今仔日的迄个礼拜中间有2首圣诗，咱要三甲来吟吼。有一条真特别的，即马304首吼，咱头一条要吟的诗。我要学路吼，我要学路学路是咱基督徒来到教会内底，咱时常爱做的代志。学路上帝吼，但是即条圣诗吼真特别，伫遮咱的规本的圣诗内底，即条是上特别的吼。即条圣诗，你怎啊看伊迄个所做的年代吼，差不多1970几年、70年迄阵啊吼，算做较现代一点的诗歌。但即条诗歌真特别，就是伊结合2种的迄个无共的，一个是欧洲迄边的，西班牙，一个是南美洲的波多黎各。西班牙迄边是用作曲吼，歌词是波多黎各的词吼，所以2种结合在做伙时，咱较领唱时，咱就知影讲迄个。有真无共的，甲咱一般的信息无共吼。咱伫学路上帝有当时咱用真传统的迄个歌信息来唱。吼，较顶仔咱要唱第2条，第2条迄首信息就真正常，咱毋是讲正常，就是讲真传统哦，真传统的迄个信息吼。即条信息是一种较活泼的信息，就是讲真。类似迄个福音的诗歌，吼，伫福音的中间，伫传福音的中间，现代的传福音中间会唱的一个信息哦。咱先听琴弹一下吼，即条信息头一个用副歌开始，再入要正真正迄个歌词内底吼，再搁转来到副歌吼，所以走来走去吼，所以咱来听即摆看觅吼。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这个歌词，这个旋律。好 ，OK， 这就是迄个这首信息内底每一段要唱吼，就对副歌开始，甲正式的歌词，搁转去副歌吼。所以咱来唱一届，咱对副歌开始吼。稍等。来，我主上帝。
信息就是安尼吼，轮回啊，即个真活泼的信息吼，啊，所以有当唱起来，敢若咁要跳起来同款吼，哦，你迄个节奏会跟着在走，啊，副歌的时候咱唱的时候会使较大声，吼，来，过来第二首信息551首，好大好大的灵基督，啊，这首信息是做一个基督徒应该爱知，应该爱做的代志，就是来好大的灵基督。今日的迄个。礼拜中间，王牧师咧甲咱分享《使徒行传》内底，圣经内底，啊，有内底就讲着讲两个门徒，因真好胆，伫众人的面前来认基督，哦，一个技术，所以咱会使对即个内底会使学习到，咱做一基督徒就是爱好胆认基督。来，咱来唱一届吼，即首信息大家拢真熟吼。好大灵基督，哦，咱就爱认，咱伫信仰顶面
咱来认耶稣的救赎伫咱的心中。所以好大的原因就是这个所在。咱准备先来做今仔日礼拜。今仔日是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奉献袋仔伫座位头前，请关心奉献。咱要做礼拜进前，请将手机关伫震动，还是关机。请安静，动心来敬拜上帝，走到。
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这个山也袂生出，地甲世界你也袂造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304首，圣诗304首，请起立。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主上帝。有看有听见，拢总受主定旨，因要做一个学路主生命。有人在祈祷，有人在唱歌，有一做出声学路主生命。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因做声称赞。欢喜学路唱歌，将一切学路归上帝。荣光归天地，荣光归圣经，光归天当星星到万世。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愿做你行子，主愿定愿天父，你应听通来创造愿大家。愿要尊重你，愿要称赞你，愿尊贵应光归你到万世。愿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我主上帝，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这是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死灭个死埋葬，到阴府第3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打坐伫全能个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文第8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文第8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心的快乐。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的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同心来祈祷，愿荣光归于你，愿永远活的天父上帝。你有差遣你独生的圣子耶稣到世间，互阮对伊得到永远活。愿荣光归于主耶稣基督。你有通过福音显明活命甲永生。
愿因光归伫圣神上帝，你有互阮甲基督同活，故因伊的听流入伫阮的心内。愿乌鲁归伫爸囝圣神独一的上帝，全能的天父上帝，你有应允要白白赦免紧啊反悔认罪，倒转归伫你的人。求你即阵用你所应允救赎的恩惠，来充满逐个反悔的心，赦免阮拢总的罪，搁救阮脱离歹的念头。我靠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活。阮恳求你，互阮会常常少念你的恩赐，诚心感谢你，搁互阮毋若甘单用喙来侮辱你的美德，也会伫生活中将家己献互你，一世人伫你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服侍你。感谢主，保守上山教会148年的宣教历史。伫即个社区，诚做你的见证，诚做十字架甲听的记号。阮恳求你会当呼召更较侪兄弟姊妹来心感动、热心参与教会逐项圣工的服侍，来服侍人，引光主的圣名。特别，阮为着教会重建的事工来祈祷，恳求主复兴阮即代上山教会的门徒，为着上帝国的扩展，积极投入宣教甲建堂的事工，恳求主保守、引带甲祝福。全能的上帝，恳求你施恩，互阮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真理，会当栽种伫阮心内，互阮通结好的果子，将荣光归伫你的圣名。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讲。阮伫天里的爸，你的名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里正。你对你亲像你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予我，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万灵阳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请做伙来恭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4章第50到52节，记载伫台语的汉语本第138页。隔日，因的官府长老、经学士聚集伫耶路撒冷。这时头，阿那弟弟，搁有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以及约拿属这时头的宗族，也伫遐也伫地，互因徛伫中央，问讲：恁用啥物权能？用啥物名行即个代志啊？彼得迄时互圣神充满，对因讲：百姓的官府甲长老啊，阮遮个今仔日若为着行伫软弱的人的好事来受审问，看伊安怎得救，就恁众人甲同以色列百姓着知。是伫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恁所钉伫十字架。上帝互伊对世人中国活的，就是伫伊的名。即人好好徛伫恁的面前，伊就是恁师傅所毋知的招，已经成做触角的头。搁伫别个无拯救，因为伫天下。无想事别个名伫人的中间，互咱踮伫伊内得救。请王英昌牧师讲道，题目是奉上的名做这项事。陈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即个主日是国活节了第3主日。我毋知影各位咱有搁继续感受到主耶稣国活的喜乐甲平安，或者是讲迄个鸡卵食了都结束啊。有当时咱会感受到讲咱真期待信主耶稣得到平安，会通对即个信仰得到好处啦吼。但是咱毋通袂记哩咱要得到即个即个信仰所会通带来的祝福，或者是讲迄个平安荣耀的即个免流，咱毋通袂记哩主要说伊的荣耀的免流是经过十字架的苦楚，才会通换到的。上帝互伊死搁活，然后上天坐伫伊的正边来享受这荣耀的免流。所以即个历程，咱若有清楚知影，咱信即个耶稣基督做咱的救主，咱才信了会透。所以我常常咧讲着，想着讲，每一摆来咱上山教会吼，用唱的比讲的较好听。因为我头摆坐伫台仔顶，就感觉讲圣歌对咱因的死会通真感动人啦吼。比牧师的讲道可能更较有气力，所以我每一摆就想，一年一届就好啊吼。即今仔日受大众传播受托来咱教会，我就想讲，即个福音若是用唱的比讲的较好听，哦，这嘛是袂歹啦吼。但是爱产生效果，才会通成做你甲我的帮助。所以咱今仔日坐伫即个所在，其实讲起来，咱拢家己的人啊，咱拢家己有识的，对即个信仰嘛，应该有相当的把握甲了解啦。所以牧师伫即个所在要甲大家做伙来思考。我本来是咧想讲，可能我投影片爱为上后尾一张吼来讲转来，可能即个信仰的代志可能较好讲，因为对现主是咱所处境，因为咱即个信仰其实。毋是要讲互你甲我听尔，要讲互外口的人听。要互因会通听到即个名好了，才会通知影讲，信主耶稣的好处，甲伊人生的愿望。毋是咱每一礼拜365天52日礼拜，咱拢家己做伙伫一下讲，
讲甲你拢知影我要讲啥，所以我才会讲唱的比讲的较好听。我意思讲，咱做爱做伙来想看觅，要安怎互即个耶稣基督即个名号，会通成做你甲我的帮赞以外，也会通成做正人的帮赞。我想这是足重要。咱伫耶稣基督过活了第3主日，其实若咱会通想象，伫迄个时阵的使徒甲信主耶稣的人，无遐尼好过人。就是讲迄个。即个代志造成的，毋是一个真安稳自在、会通欢喜的代志啦。就是讲，你听了，对咱来讲，可能是讲啊，这是咱的主过啊。但是对四周的人感觉足奇怪啊，所以会产生真侪社会的即个传闻，或者是讲对咱的误解嘛。所以我想，迄个时阵的使徒，也是讲学生，啊是其他的人，就信主耶稣的人，因可能无像咱会通搁像今仔日安尼。真安然自在坐伫即个所在，可能所面对的就是今仔日，咱若倒转去到所读的圣经，使徒因咧做的事工，所面对的处境，就是遐尼艰难。哦，当然，咱来讲啊，无说迄拄着的上大的挑战就是家己人嘛，嘛是家己人嘛。哦，犹太信仰即个旧约即个受到律法束缚的即个人。无毋对，但是迄个大环境啦，我想迄大环境，犹原敢若亲像咱今仔日，咱伫即个较老即个所在，今仔日要来安尼找2届才找着教会，我想查一年来查侪，是我记性较无好啊是啊，可能就是咱遮愈来愈老即个人，我找无咱教会，我找无咱教会，还佫踅一年，还佫踅倒来吼，所以较慢才到。我意思讲，对咱要进来，啊，咱拜堂。即条真出名的夜市仔街，咱要入来，咱所人看到的，毋是咱教会嘛，已经足大间的庙啊。啊，咱想讲，咱140片以前哦，马介牧师嘛是伫迄个所在开始做伊的福音事工，我相信啦。啊，迄阵可能庙无遐尼大间。马介牧师咧讲啥？毋是咧讲来我甲你挽喙齿。嘛，毋是我来分药啊，互你食尔。较要紧是要讲啥？要讲到耶稣基督救世救人的即个大好消息。今仔日无经马介牧师甲耶生上爱唱的其中一条，就是我认救主无惊见笑。就是我认耶稣基督即个名号，我无感觉见笑的代。所以话转来讲转来，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圣经节。事件的发生，就较早的即个事件，也就是即个彼得甲约翰因去到美门，拄着即个摆卡的一个人伫遐甲伊讲，求因来甲伊帮赞啦吼。啊，咱即个彼得的对话，即句话的即个真出名的内容，写做真侪歌词咧唱啦。金甲银我拢无吼，独独我有所有的互你，就是伫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你起来行。啊，当然事件了，就是咱即个兄弟得着医治，伫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你起来行。啊，中文的翻译用红拿撒勒耶稣的基督的名。这一个事件的开始，就是彼得。约翰因伫美门的所在拄着的即个事件，所以因就开始咧讲着即个真要紧即个拿撒勒耶稣是甚物款的人，所以因四个开始就咧传，所以传到咱今仔所读的即个圣经节的头前几段圣经节吼，这时啦，即个守殿的官撒都该人，因拢感觉真烦真懊恼，因为使徒咧教导百姓。宣扬伫耶稣的事，证明有死人搁活。当然，这是较涉到撒都该人，伊嘛是对即个死人搁活的代志有意见啦。所以就是产生一个社会不安啦，社会不安。事件的即个进行期到咱所读的圣经第2日就是第2天的时，长官、长老、文书伫耶路撒冷组织来问着真要紧。即个彼得约翰因所做的代志是凭什么权能
甲什物用什物名，还是用什物人的名号来做即款的代志。这代志的即个进展，就进入到真重要的即个关键点。用什物官名，用什物名，恁凭什物代什物款的官名甲名号吼来做这个代志。就敢若亲像我今仔日来，若伫咱教会组织的即个制度面，我是奉新安宫的即个公文来，咱今仔日教会礼拜啦吼。但是毋是敢若要做即个代志，是要来做伙咱用即个时间来甲兄弟姊妹做伙敬拜俄罗主，这是更较要紧。所以今仔日若是敢若奉新安宫，可能我是过去表现了袂歹，所以佢每一年拢爱我来咱上山教会，甲大家做伙来报告新安宫的即个大众传播的事工。但是更较要紧的其实毋是，是要甲做伙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来通过主的话得到激励，然后咱会通行出去互即个信仰伫你的生活甲生命中每一个时刻，拢产生效果甲帮助。这是咱52礼拜的主日的真重要，来遮敬拜俄罗主，就是要来对主上帝献上咱的感恩。迄个感恩也就是讲，对即个信仰咱有得到帮助，对即个信仰咱有得到什么成长？咱对即个信仰咱得到丰富，咱对即个信仰得到将来的望。所以这是咱来遮聚会，奉主的名伫即个所在聚会。了，咱嘛奉主的名要出去来将即个名号的即个主耶稣来宣讲互人明白。我想这是上重要，咱每一礼拜来即个所在，用这个时间，毋是干那咧烦恼讲停车的问题，也是讲看若是人开始要做生意，咱要安怎，事工要安怎做，咱大概毋是干那这个，较要紧也是伫即个所在，咱要互即个信仰产生，互你甲我有即个生命的改变，甲更新的开展。咱有感受着无？3礼拜搁偌这。我相信咱教会圣歌队也今，我是无机会来参加吼，可能会使看有转播的录影。相信咱的教会每一年的圣歌队所引的各偌一个诗歌，甲圣诞节共款，是非常的精彩，甲感动人。但是搁了唱听了，搁落来是要创啥？今仔日是第3礼拜，我毋知影咱在座会记得搁偌这圣歌队吟的是倒几首诗歌。有继续伫咱的脑海中，甲咱的心产生即种的即个激励甲互动。你奉什么人的名？你奉什么款的官兵来做这个代志？还是讲咱今仔日咱奉什么人的名来遮组织？我今仔日奉什么人的名来遮甲大家做伙敬拜主？我想这是真要紧，咱常常拢会人去问着的。所以彼得互人问到这个时，这个代志、这个问题时，伊无惊吓，伊无软弱。彼得迄个时阵圣神充满，圣神充满。所以现在时阵，咱上感觉讲圣神充满，敢若爱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啦，其实是爱特定的方式啊，才是圣神充满。敢若感觉上啦，安尼敢若较让互人看出来。啊，是讲这有经过一种的这个教会传统形成的，就是爱安尼迄个时间点，啊是讲什么款的形式，才是圣神充满。彼得和圣神充满，对这个质问伊的这个官府的人讲什么话？就是咧讲着讲，我做这个好代志，若是因为做这个好代志，我来受恁审问，我就甲你讲，是着伫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伊爱加迄个地理名吼，就是要互这个官府的人知影，讲其实即个所在无出好面的所在，恁认为无出好面的，还是高人的所在，即个所在，即个人是为遐来的。常常咱咧介绍是你一队带伫队吼，啊，讲着讲以前像我伫南投牧社教会服务的时，啊，若参加总会，请问牧师队服务，我讲伫牧社。啊，牧社有当时会想着啥？牧方，因为遐牧方台中较大的
迄个城市啦吼，母舍较细的城市，啊，当然啦，母舍嘛无一定出教人吼，所以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是彼得甲这个官府人讲，所以弟兄兄弟，这就是伫彼得的身上所展现出来真要紧的一个做一个耶稣基督学生有信心充满的一个回应啦吼，就是甲伊所领受到的一五一十来讲互清楚。啊，其实伫彼得甲约翰因所犯着的，伫迄个时阵啦，迄个时阵，因为这头人嘛拢无一定熟悉耶稣嘛，是我听讲的。伫耶稣开始咧传福音是迄个时代有真侪江湖的这术士啦吼，嘛是拢共款伫无共款的所在，咧做即种医病啦，还是讲治疗的工作。所以主要因所做的一项所犯着的即个罪过是，伊无申请啦，伊无去甲宗教迄个即个头人的即个迄个政权吼申请同意书，讲我要来做即种医病的代志吼。所以呢，因就开始会去听到就说传闻，才会去甲伊抓来嘛，抓来要甲伊问啦吼。问了才知影讲，原来因所做代志是甲一个人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人有关系嘛，所以应该禁止。你唔通，你若医病若经过同意，你会使去共分药啊啦吼治疗，但是你袂使宣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医治嘛，因为即个医的即个过程中间有即个官兵吼，所以较要紧的即个关键点就是为遮来勘察着讲，为虾米彼得需要搁甲遮个头人讲互清楚讲，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我是奉即个人的名。即个敢若亲像马介牧师，伊本来来到台湾的时是清朝政府咧管理咱台湾，所以伊开始做一撮医疗的即个工作，无受到政府官员的限制啦。所以等到日本人来到台湾了，就开始会对伊的所有的即个医疗有一撮限制吼，禁止。这就是敢若亲像即个彼得甲约翰伫迄个时阵所拄着对医疗的即个限制的问题有小可共，所以你袂使去奉耶稣的名。这较要紧是伫即个所在，就是迄个名号有代表有官兵嘛，有能力，所以你要做好代志，就是你袂使去奉主耶稣的即个名。但是重点伫即个所在啊。彼得甲约翰知影讲，我今仔做这，毋是讲因为我有需要即个变远啦，还是抄药啊，还是讲我是其实是江湖术士骗人的。我是真正咧做一项真要紧的代志，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咧做这项代志。然后咧，即个人就是互恁看袂起的拿撒勒所在所出身的一个白枪的囝，才会讲着啥？就讲即个。水年的土水师傅，甲伊气杀的石头，但今仔日成做触角头的。当然，这个过程阁有包括耶稣受难过程，所以这个真要紧的过程，就是彼得甲约翰将这个真要紧迄个名号的来源，甲所做的这个标准，也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这个代志，讲互头人知。伊无伫迄个所在讲哦，安尼好，你若准我继续去医病吼，我就莫讲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你若继续互我去做即个生意，就我会通过继续来趁钱嘛。这是初代教会，伫迄个保罗伊嘛去拄着，有真侪即款咧做江湖术士做即个伊所谓的即个民俗治疗的即个工作的人。也是讲有骗人的人吼，共款是有骗人。所以真要紧，伫即个过程中间，彼得甲约翰，若讲伊是一个信心不足，或者是讲敢若趁即个机会咧趁钱、趁耶稣的钱的即种人，当然伊就会使甲宗教团体的即个头人来甲伊讨嫌嘛，讲好啊，若安尼我来继续做生意，我莫讲耶稣就好。这听起来是袂歹啦。
所以伫咱的即个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无迄个讲会使交换替换的一种方便方法来做福音事工。咱哪有咧做迄种拍折，还是讲变相来交换，然后互咱会通教会佫继续做所谓咱的福音事工，但是失去迄个本质。讲啊好啊，我拢莫讲耶稣，我来讲我会通互大家欢喜的话，还是讲做活动，互大家欢喜的活动，啊继续来挂教会名号，来做教会所有的事工。这是咱所去面对的一个真大的教会的成长这个课题啦。所以来到教会，咱是要互来教会人得到欢喜，得到因所需要的所有的某一种的医治就好啊。或者是讲，咱需要爱甲耶稣基督介绍伊，以我意识介绍伊了解。我想这是咱伫即个21世纪教会事工真大的挑战。所以教会成长会变做一个数字，是一个行为，是一个真引诱人的一个方向啦。100人甲200人甲2000人，所以咱来真诚实去面对讲，到底咱若要去卖药啊，咱是要卖什么款药啊？是正牌的，或者是假牌的？拍折的，或者是以我意识原本来卖互人，介绍人啦。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过程，咱就来看着讲，彼得、约翰为什么需要甲耶稣基督伊所经历过，甲过去所拄着，甲现在，耶稣基督过活了，伊所要继续要做的，因的心中所要展现出来的这个事实来干净。所以圣神充满好胆，这是一个真要紧的这个选择啊。好胆包括啥？对咱家己旧的真满足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迄嘛是爱真正有勇气，才会通改掉咱旧的习惯。咱常常拢旧的咧较侪是像讲食薰的习惯啦，食薰的习惯，就为了健康，咱会鼓励嘛。伊改掉了，会使佫做大赛，出来宣传讲，成功呢，伊改薰成功呢。咱常常会对即个方面来看是讲，即种的较会通提出来讲啊。但是对咱家己本身身躯交替即种生命改变，咱嘛是真爱真好胆，要换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讲，咱要去改变咱过去的自尊、骄傲的心智的一种谦卑，迄嘛是爱有好胆去改变啊。若无，咱会感觉讲，我若是安尼改变，我所有的过去累积起来的社会地位、我的名声，还是种种其他种咱所想的到、人所想的到的，拢可能完全拢失去。你就无胆嘛，你就感觉讲无信耶稣是袂歹啦，但是咱名号会使免安尼讲，咱会使家己小改变者。这是真要紧的这个课题。所以工程咧起，为什么讲起伫迄个大石仔的厝，大水来就冲去。咱即马厝起好，地动来，咱就知影讲倒一间厝是起了地起好的嘛。信仰嘛是共款，咱的信仰是什么款的信仰？其实咱逐工拢咧面对啦。啥人上知？咱家己上知。包括我做牧师，我家己嘛上知。我38年牧师的经历、牧会的经历啦。到底我安怎去面对我家己？我家己上知。啥人会通检验我？即马有啦，加一个叫做牧师就会通检验我。所以伊是我上好的一面镜。来，甲我不时甲我提醒，互我去注意我家己的软弱的所在。所以这是真大的一个课题，是好胆，有圣神充满的人，好胆，毋是干那是咱常常爱讲无咱做干净，咱出去外口做分传单，毋是干那安尼尔。咱爱去想着，更较要紧是咱家己本身爱克服咱家己的软弱。好胆来面对咱家己，然后咱才有法度好胆去面对伫咱四周的人，伫咱四周的人。所以保罗
彼得甲约翰咧讲着这真要紧的课题。伊用的这个圣经站嘛是指，即个头人当中真实的诗篇，诗篇118篇所讲着的，触角头会少，触角头，要互因了解，即个人，互恁看袂起的人，互恁感觉无重的人，今仔日上帝要用伊，上帝要互伊成做正人的即个祝福，所以。彼得徛伫伊的立场咧宣讲这个代志，好胆来宣讲，来做干净，讲互这个宗教家，这个家己掠做已经得救的人，互因通知影因家己的欠缺甲软弱，甲因所无去注意到的就是，有限的人要来成就无限上帝救恩，会记咱是有限的人，咱毋是迄个无限的上帝。毋通常常伫救恩的过程中间，要来做无限的上帝的角色，甲迄个立场来判断你会通得救，甲你无法度得救。所以彼得甲约翰讲的，伫别位无拯救，即个用词讲出来，就是要甲因讲，你甲我审判。你知影即个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要通过伊来完成迄个无限的救赎的主要的一个关键。恁有了解这无？所以，毋是干那我家己还是恁对上帝选民的角度，这个拯救毋是干那你甲我尔啦，是全世界的人。那原本的意思是安尼。所以常常有人要摕这来甲咱拄来讲，恁基督教拢嘛讲恁家己尔，毋是啦，迄是咧针对审判的过程，审问啦审判，因咧问，我就甲你讲，就是爱伫即个恁感觉无重要、气杀的触角头。耶稣基督，因为啥子？你甲我，咱都爱知影，咱参与伫即个无限的救赎的过程中间，咱是有限的人，有限的器具，所以包括讲咱的圣神充满，才会好胆去做代志。有限的人通过圣神的充满，会通去完成迄个无限救赎的救恩。你看，这是偌大的即个福分啊！所以咱无共款的即个材料嘛，有的人。会晓讲道，有的人会晓即个做教会事务，有的人是唱歌，各方面。但是咱是伫迄个有限的过程中间所领受到的，咱才会恩赐才华，咱做伙来完成迄个无限的救赎。所以全世界，咱只要有机会拄着接触咱的朋友亲人，咱就是有机会爱亲像彼得甲约翰共款。有当时咱会开始就是会考虑。人情世事，咱会考虑迄个场合，咱就会无当圣神充满的时，咱就会通来讲出耶稣基督的救赎。这就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信仰的操练啊。所以伫即个过程，咱有感受到迄个无真爽，无真，毋是爽快哦。感觉有一种的迄个操练的过程，迄种的无讲真爽快，嘛会使啦。咱若有感觉这时，你就想着讲吼，咱要得到上帝通过主耶稣互咱的迄个信仰的祝福，是爱经过这啦，爱有这个经历啊。伫迄个无胆甲有好胆，圣神充满会通互咱伫正人头前讲出耶稣基督。咱有迄个经历，这个信仰才是你的。咱就是一种有迄种的感觉。你有感觉讲，毋是遐尼简单啦？毋是讲我信耶稣就好了，我信耶稣就有啊。信是一个开始嘛，然后咱接受这个名号了，要安怎互这个名号产生一个效果？就是你开始爱互这个名号，甲你有产生生命的结连，甲操练。所以耶稣伊会通行过人生的历程，就是要互你甲我来看见讲，咱若同款安尼行，咱就有机会嘛。虽然咱毋免像耶稣安尼啦，伊替咱赎，就是替咱行去迄个十字架顶定死啊。今仔日你甲我，咱毋免阁行一届啦。但是咱爱有迄个信仰的军队，甲迄个转变，无一定是苦楚啦，就是讲一个即种的操练甲转变的过程中间的即种经历，
迄个信用才会通成做你甲我的帮赞。咱所要仰望得到迄个荣耀的冕旒，才会通伫你的生命甲我的生命出现。所以今仔日咱共款另外一个出名夜市仔街啊，叫做家人庙口。我去找着讲，因教会因家人教会后壁迄个巷仔底吼，伫巷仔底创一个即个艺术即个作品，就是讲着1875年6月28日，应该是28到29啦吼，伫家人的庙口，马偕牧师甲遮个毋是基督徒的人做对话，包括一个宗教的代表，你遐甲伊做对话，讲着耶稣基督的即个救赎的代志。我就想着讲，哇，即个咱遮嘛拄好是夜市仔观光区人。马偕牧师迄当时，我无去查到即个资料吼，应该嘛是类似即种的情景。好胆来遮个朋友讲出耶稣基督的即个名号，来讲到救赎的即个恩典。所以马偕牧师伊是有限的人，要来完成无限的救赎。伊嘛是一个有真侪即个甲咱共款，拢真侪考虑烦恼的人。咧读伊的日记，你会看去讲，伊要出发来到台湾的即个船顶，拄则坐起，无偌久，伊就开始咧回想，伊即个远东行吼，敢是正确的选择。咧写一句，你读着。甲咱可能无啥物款特别的关系嘛，因为是马偕啊，伊写伊的，我也无像伊安尼的感觉啊。但是你也想着讲，迄种的面对人生的头前所要去面对的，这伊无法度掌握的，种种这可能性会发生的代志，伊要怎行出迄个第一步？过来，伊其实毋是敢若行第一步啦，因为迄只船是对旧金山已经要出发的，伫海面上啊。为因兜敢若带个坐火车落来呢，经历毋知已经差不多1/3的路程啊。伊咧面对伊的头前的路站的即个烦恼。刘兄弟，你敢会烦恼？你头前会拄着什么款艰难的代志？应该嘛是有啦吼。但是即个信仰要怎诚做你甲我的帮助？咱要怎奉主耶稣的名来对咱家己宣告讲：我信耶稣基督，伊会救我。然后咱挖一个心，会通伫外口拄着的朋友，然后当然咱今仔日毋免出去做野外报道啦吼。拄着咱的亲人还未信主的，或是咱同事还未信主，咱也有机会啦。咱嘛会通好胆甲伊讲，耶稣基督会通救你。迄个救就是亲像伊救我安尼。这是一个真要紧人生生命，咱不断爱去诚实面对咱所选择的信仰。咱所信仰。奉主耶稣的名，圣神充满，好胆传讲上帝的道，好胆传讲上帝的道。咱毋是咧需要讲选什么特别的时间来翕相录影，讲咱有去夜市啊来分传单去甲人讲个人担当，所以呢，上山教会这兄弟拢足好胆，愿意为主做见证。其实讲的，咱毋免特别讲安尼去做。咱就是真自然，我相信伫生活中，毋是干那伫即个夜市仔街，咱教会所徛起的所在啦，伫咱家己的厝、咱的办公的所在、上班的所在、咱的社区、咱的亲朋好友，有真侪也毋是认捌主耶稣的，咱拢是上好的机会。但是伫迄个平常的时间点中间，好胆要甲人讲耶稣。有当时啊，颠倒是无好胆，无胆啦吼，无胆。你会感觉愈熟的人，咱愈困难甲伊讲耶稣。或者是讲伫上班的所在，可能咱是顶时伊是习惯上，咱袂使凊彩甲人讲耶稣。啊是讲为着好朋友的关系，咱毋通拍破迄种关系，所以咱嘛莫甲人讲耶稣。所以咱亲人内底，咱嘛是讲安尼个吼，关系又无好，要转去厝诶嘛歹势，还是讲甲伊即个过年过节拄着嘛，我是讲
颠倒咱有当时无胆来讲耶稣是因为足色的，这也是我拄着的啦。我即摆虽然伫教会学校服务啊，应该讲足方便的啊。都爱有礼拜，爱有啥物这校务室，校务室就是敢若咱教会学校啦，才有设的。这是教育部的组织章程内底，伊无要求讲你要有校务室嘛。所以你若看迄个组织章程内底，像我咧算我的年资的时，行政职校务室是无算伫学校内底啊，是算伫教会内底。我外部属进嘛，所以我了解啊，但是即个过来就是，我有即种优势啊，我做牧师应该真好做啊。我伫教会学校做牧师，搁是负责校务室的即个事务，会真好做。啊，叫你创这创迄，啊来礼拜创会袂使嘛，对嘛？啊就来讲，啊无你着去共讲，某位院长我去来拜访一下，来甲你讲耶稣。伫即个过程中间吼，有当时会真无胆，连倒是考虑伤多时，会变做真无胆去甲人讲耶稣。拄开始咧做即个校务室的事务的时候，我咧考虑讲，是毋是爱甲人讲耶稣？啊，讲咧到时吼，会迄个犯着人无欢喜，会去告教育部。即马拢毋免考虑啊，好胆就是该讲耶稣。安怎讲？就是甲伊生活斗阵，做朋友。知影伊的家庭，了解伊的困境，伊的需要，就安尼，咱就是真自然好胆甲伊讲耶稣嘛，介绍耶稣。虽然校即马拄着真侪艰难的代志，你若了解思考，拄着真侪艰难代志，真侪时阵是互人踢笑的一个对象。啊，恁是教会无教人，恁教会伊会使用想到的人想会到的所有的。要甲你踢笑的话，拢会使讲着。安尼免怎去面对？我啦吼，毋是俩，我免去面对，好胆来面对嘛，靠圣神的开力来面对。上帝毋是干那互我考验，嘛是互咱的教会考验嘛。今仔日是大众传播，咱做所有的事工，拢是上帝互咱通过咱要去完成伊无限的救赎、救恩的一个过程呀。咱免怎甲代志做好，拢是一个挑战。拢是爱用好胆来去面对去做，这是咱教会头前要入来这个所在。彼得甲这约翰互人认出讲，就这读册人啦吼，这个宗教家，佢知影伊是无学问的平常人，捌出讲因真的就是真正的人，毋是讲假，因拢真正是缀过耶稣，是咧缀耶稣的吼。因为这。咱的朋友敢有认出咱是缀耶稣的？头前迄莫讲，因为咱即马毋是像伊迄阵安尼啦吼。啊，当然伊即个无学问，其实较主要是咧讲着，可能是迄个时阵是对宗教知识啦吼，宗教知识就是对什物摩西五经啦，即个先知书，即个头人拢足够的。另外这捌着咱捌缀耶稣。我们曾经跟过耶稣，现在其实还继续的吼。咱今麦要继续，咱有捌出来无？所以这是真重要。咱做基督徒，毋是咱死过去甲人讲我是耶稣基督学生，是互人捌出来是上。所以，另外这咱伫过偌节过了3礼拜、4礼拜、5礼拜，过来就是圣神降临，过一摆，过一摆。提醒你甲我，好胆圣神充满，好胆来讲出耶稣基督的。今仔日我所做一切，就是奉主耶稣基督。我今仔日徛伫遮，也嘛是甲大家共款，要甲大家宣告，我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毋知你甲我，咱伫耶稣基督过活了，咱有即种的确信无？即个名号，毋是用做咱来换好物的一个边句尔。嘛，毋是要互咱换做会通去方便，就是讲有关系啦，有关系，好做代志，拍通关卡的一个名号，毋是，迄个名号就是要互你甲我好胆先来面对你甲我家己本身的软弱、甲孤寂，然后会通佮甲伊同佮活，迄个过程有经历痛苦、苦楚，
甚至定死伫字架顶的即个历程。咱愿意跟对主耶稣，奉伊的名，勇敢好胆来面对咱家己本身的即个软弱了，行过即个人生信仰的抉择，奉伊的名继续来做福音事工。面对咱每一天新的，咱所拄着的每一人，愿主的神赞咱开力，伊的名好，诚做咱的帮衬，互咱有即个福分，把握着参与伫伊迄个无限救赎救恩的大事工中，咱毋通闹交去，咱毋通闹交去，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有机会即个福分。来参与你无限救赎的大恩典事工，阮知阮是软弱，有真侪欠缺，愿你暂缓开力，会通互阮认捌主耶稣你即个名号，毋是干那是一个名号，是一个气力，是一个权柄，是要互阮通改旧换新，亲像主耶稣共款，经历死实，赢过死亡，然后主你会搁活，然后上天坐伫主你正边。享受迄永远荣耀的冕旒的权柄，阮要共款是安尼，但是阮要经历共款，亲像主耶稣共款，是要奉伊的名，互圣神充满，有胆来面对阮软弱的阮家己本身，然后改旧换新，奉伊的名要来对我来做见证，因带还未认捌主耶稣的人，做伙加入。迄个救赎福音的大事工的国度，让阮开力，互阮上山教会148年，真正会通展现出是奉主名所设立的教会，奉主的名伫这个所在来宣扬救赎恩典的教会。祈祷靠主圣主名，阿门。阿门。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来。各伫别个并无拯救，因为伫天的无想事别个名，伫人的中间，互咱点伫伊来得救。使徒行传4章12节。各伫别个并无拯救，因为伫天的无想事别个名，伫人的中间，互咱点伫伊来得救。使徒行传4章12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551首，551首，请起立。好大真基督，咱互耶稣救赎，正气甲光高分之。受着，受差quân兵着地，以高对敵降服，领着人为的心，万國攏歸基督。好大真基督，好頭的下地邊，今日是主的高者，今日公破對敵，救贖向我們行伊，基督的平開呀，真對那險那堅固，心智化強強，好大真基督，伊心靠主領領，下起的力真不足，靠家己無力，着稱福音的開甲，經信基督無煞，拄着危險無論的，無險艱苦着活。好大真基督，高前無懼的山，今日艱苦的生命，
明日的星曙光，告别今那有的是，暗的永远免流，也甲明光的君王，福地永远享受。请坐。奉献，请谢秀雅执事、曾启阳执事、廖水芬执事来负责。请起立来吟奉恩诗。请坐消息报告，请掀开周报。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是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特别派王英昌牧师前来监督甲请安，多谢王牧师真好的勉励，请兄弟关心奉献。第二点。今仔日中昼12点半要举行暑期花莲庆丰读经营第一次筹备会，请队员会当来参加。小组甲牧区的消息，第一点，双联团契定伫4月24号拜三早起10点要举行团契，邀请吴玉如心理师主讲，乐龄生活快乐活。高龄者心理健康，请客友来参加，有准备午餐。奉的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来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的圣港使用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以前上山教会的会友，即时伫美国对美国回来，蔡美辉姊妹甲杨佑民兄弟，欢迎。
是，欢迎欢迎。好，好，咱嘛欢迎今仔日王牧师娘嘛伫咱的中间，王牧师娘。伫遮嘛代表庆福兄的遮个家族，为着昨的个别礼拜来遮来感谢咱各位兄弟的参加甲关心，嘛请咱继续为着美食节甲遮个囝儿孙来祈祷，恳求主赏赐互因教业的快力。即是咱来祈祷，咱来为着世界真济会战争的所在，遮个乱象，恳求主会当来医治，也为着台湾，特别为着花莲的救灾的工课会当来。紧紧来进行，为着失去家园的遮个同胞来祈祷，咱嘛为着宣教师来祈祷，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今仔日咱所听见大众传播的事工来祈祷，咱嘛为着欢迎的姊妹雨桥牧仪，也为着拄仔生产的名医，恳求主赏赐互因有智慧，主也会当来养饲因的囡仔，互雨桥甲牧仪巴倒来囡仔嘛会当得到主的祝福平安来长大。那么为着身躯欠安的招荣兄、杏实姐、慧玲姐、秋菊姐、白长老娘、阿卡姐、西江兄、冰珠姐、邓妈妈、道明兄、俊生兄、张老师、公基姐、陈其雄长老、怡丽、苏梅姐、方梅姐、明理姐、阿菊姐、高安兄、幼庄兄来祈祷，咱开喙为着遮个事，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国话，互阮会当自执伫遮；因为你的国话，互阮对死亡无惊吓，以阮相信将来阮也共款的国话。主恳求你就将安尼的国话放伫阮的内心，无论阮拄着世间艰苦的事，也是阮失去亲人，也是阮的亲人伫破病病痛。主恳求你拢扶持，互阮因为安尼愿望，互阮无失望，互阮会当。保持阮的平安甲喜乐，主，阮也要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阮看见世界真济的乱象，有战争的所在，有饥荒，有真济欠缺、无人权的所在。主，阮恳求你医治，会当将遮物件完全来除去，互人会当看见你，来归向你，离开家己的罪。阮也为着台湾即片土地来祈祷，特别为着伫花莲，因为地震失去亲人的遮个同胞，失去家园的遮个同胞来祈祷，恳求你安慰帮赞，也借着真济的遮对逐所在来帮赞，互因会当紧紧来得到扶持。主要也为着阮同胞的信仰来祈祷，阮即片土地真济的偶像，恳求主你也来帮赞，引带互阮遮基督徒，互阮会当有气力四过去传福音。主，阮也为着宣教师来祈祷，真济宣教师伫逐所在传扬福音，恳求主也赏赐因快乐甲平安。也为着阮的事工来祈祷，为着今仔日是大众传播的事工，恳求主你就使用逐样的媒体，互因会当来传扬你的名。阮也为着教会建堂的事工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帮赞。互兄弟姊妹同心合意，会当做伙来起造阮的教会，也为着欢迎的姊妹雨桥甲牧仪来祈祷，恳求你赏赐互因，甲因巴倒来囡仔有平安，也为着拄仔生产的名医，也是愿意来祈祷，也恳求你赏赐因智慧，会当来照顾细囝，也为着身躯欠安的遮兄弟姊妹祈祷，恳求你扶持看顾。也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伫面对新的一个礼拜，阮拢会当有主你的快乐甲阮伫地。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即时来吟诗，圣诗403首，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主切见我，主来见我，主切见我，耶稣求你切见我，主引带我，主引带我，求真你引带主充满我，主充满我，主充满我。星星求你充满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奉主性命打出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去被上帝疼痛，信心相通，甲恁直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